观众朋友对台湾野百合有印象吗？我安尼问係認證個後生一批嘅人，怕太多數路搶看過花店地步嘅百合啵。現成嘅台灣百合因來因收價呢，有人路屯種台灣百合，專做以貴生人嘅職業。羅明遠係竹科嘅工程師，本大學嘅係化工，大學4年生嘅人以去工廠實習，發現到原來化學污染對環境有一大嘅傷害。里面都改套環境工廠，2021年以西去台三線巷嘅新竹鄉下黑，下班呢都蠻耐去尋適合嘅環境來種台灣百合。而網論講也個代表台灣人嘅話，有一日會開啊滿山遍野，喺台灣各地都看得到。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那個百合花，就是在田埂邊啊。小時候採的時候，肉應該就會講你個。冇十個大問法，會大體了。對魯凱排灣來講，那個是非常聖潔的，要有足夠的資格，你才能夠佩戴的。台灣百合是台灣人的花，代表台灣的花。那台灣人的花的意思是跟台灣的每一個族群都有一些連結在。今天呢，將這道同厝嘅上腔下台灣百合嘅苗採起來，再將其移曬到別的地方種下去。那以前台灣的平地也都有，但是後來因為土地開發，或者是割草除草，或者是喜歡的人就採花，然後不自己種花，所以在平地我們現在越來越少看到台灣百合。佢喺羅明遠對1997年退伍後，佢就開始喺台灣各地去尋台灣百合嘅苗誒，到一下蠻耐去尋土地來種，復育台灣百合已經超過20年誒。1997年到2002年這期間，我是在桃園上班的然後用假日的時間在外面跑。那2002年的時候，我到竹科來上班，然後在竹科上班的時候，一個機緣，我們到鄉下來買地。那2011年之後，我搬到台三線鄉下來，我就在台三線這一帶找說哪裡是一個安全的環境可以來種花。一被上到悠悠長長嘅花後背有紅色的條紋，對平地到3000人公尺嘅果山，其中做得生存，也係台灣百合嘅特色。羅明遠講，台灣百合係最接近台灣各族群嘅植物，嘛係最多的代表台灣人嘅生命運線嘅花。很多人喜歡台灣百合，是感受到它的生命力，還有它的漂亮。常常，比如說你在登山的時候，就看到它在懸崖峭壁上長出來，開一朵花給你看，那個精神就來了。所以很多藝術家他們喜歡這一朵花，是看到它的那個生命力的感覺。然後我們決定要結婚的時候，曾經就是應該講發一個夢嗎？還是就做一個夢？我就說，假如哪一天我們可以住在一個房子旁邊都是百合花，那多好。正期一下來到羅明遠木開花園，獵頭獵角弄做得看得到台灣百合。這只係羅仁賢，嘛透過迷宮嘅專場，同佢共下設計明信片、記事本一道文創嘅商品，為下那多人來認識台灣百合，共下來復育。我跟大家講的一個想法，就是說，縱貫路、台一線已經都是都市了，剩下台三線還有這個花可以安全生長的空間。台一線就是只能進到都市人家的屋頂陽台這樣子。那在台三線，它還有大片的環境可以生長，所以我來台三線。然後他從來也沒送過什麼一束一束的花，他會把整盆的百合花端給我，說：這塊開花，拿回去拿回去欣賞。打動你的是一群長得像雜草的百合。對，然後我覺得跟他一起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因為我們都覺得我們兩個會1+1大於2。等一下，我先看再來要綁哪裡啊？為什麼會想要蓋樹屋？因為
我之前有说想要一个秘密基地，然后我妈就说好，到时候找时间再来盖，然后一直没有盖，到上个礼拜他才说要盖。因为爸爸到处去种花，所以没有空。都欠很久呀。对呀。睇清楚考核延期做工程师，喺陆明远正经嘅头路。事实上，连睇太夜班下班以後，佢就會無限呢萬奈去種台灣百合。同嚟講好愛去嘅秘密基地，落開課對幼稚園等到廿下。所以到底拖了幾年了？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？拖過3年有吧？拖3年。記得你是從1年級還是幼稚園的時候，你就跟我說要蓋。今年為什麼終於有機會、有時間可以幫兒子蓋木屋了？因為不能再拖了，欠太久了。對。再拖他就長大了。對，再拖就長大了，就小學畢業了。孫爺爸答應佢嘅事情，等到廿下爭提做，唔過落開課講，佢請教伊，一個眾多萬奈攏係書嘅從三奶不卡，嘛請教伊一個好種花嘅阿爸。因為他很喜歡台灣百合，所以他就到處種，種到我們家都沒位置種了，跑去別人家種。不卡百合種到無奈好種嘅，生意都少好嘅，佢就順勢將台灣百合帶到學校去種好啦。2011年，我們從都市搬到這邊來住。那個時候，我2個小孩就陸陸續續讀這個小學，然後我就來學校幫忙一些事情。同時就把一些花也帶進來，在這邊種蜜源植物，種台灣百合，種鐵炮百合。在這邊種百合也是要讓小朋友看到這些，以前鄉下小孩都會看得到的百合花。我們怎麼認識的？我怎麼會知道？一開始是我來找他，因為我先認識范大哥。將辦到新竹種下來，朋友手機記認識嚟同校交朋友嘅阿聰時。張認識冇已久，就將人家冇背後嘅百合花嘅花樣嘅細走嘅。有一擺呢，有驗點有位數到我哋冇後背來嗬，看到講貴袋嘅幾百條，所以年咩嗰百合花啦，我即刻都唔理啊，我即刻唔理，用個長本苗嘅時節嗬，佢其實有發動嗬，發動嘅義工來這邊老幾牽到南海一隻地方去哦，所以你話魯迅啦，韓國學校啦，全部有愛種嘅。陸明遠種到千山馬，唔過百合花還冇開花以前就像草為樣嘅，時常睇拍草嘅時節係冇特別注意到，就會本人拍睇。故說佢復育台灣百合有其他嘅原則。這個台山縣現在有一個割草大隊啊，他們是說不要噴殺草劑，可是他們割草的時候，他會不會注意到這些東西？我在推動種百合這個事情，我說有4個原則，一個是陽光充足、排水良好的地方啊，這2個；第3個是不會割草的地方，然後第4個是看得到、踩不到的地方。種花種到像電鏈樣嘅陸明遠。所以看到適合嘅土地，就連唔相識嘅人，都咪磨面磨皮嘅，想要睇人咧不開土地上種。有一次，他們那個光爸帶我說來看這一帶的地，來看彩雲他們那個老家。然後那個時候他路過這邊的時候，他跟我介紹說，這邊是一個藝術家賴唐鴨的老家。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賴唐鴨是誰。因為我還沒回來的時候，他就來找我。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小時候就有的東西，他在富裕，又是他的一個標誌，當然又是鄰居，所以我就讓他進來啊。那個時候還沒有搬家嘛？還沒。對啊，那時候還兩邊跑。對，那個時候我就先來幫忙啊，先把我家那個院子裡面大大小小的盆栽，他家已經滿出來，已經那個。所以你是先來佔地為王，人家還沒回來。我就先來種樹了。這邊一整排這個竹筷子是我插的哈，就是我那時候把種子直接撒下去，然後蓋土，然後冬天溫度很低的時候，它自己就會發芽。今年已經係陸明遠同賴同阿合作中台灣百合嘅第4年咧。對陸明遠睇佢還冇回到家鄉以前，就從先睇其他部下佔地為王嘅種花，
马浩中法来同阿朱讲。这个土地也不是你带着走，又不是说你家的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让他种没关系啊，我是说你可以移，哦，因为我们当然是要互利嘛，因为我的信念就是友善环境，友善环境一定要友善邻居，一种下去我就有利益啊，马上可以看花。对啊。用山寨的4岁阿伯自由自在的提笔筒地杯抽水的浇水，怪的边啊提错的地杯台上的呱呱呱音响，又抱提天灯金滴金笔，研究提顺风中吹，提入的空间地杯，天地万物拢有其大生存的空间。陆明远讲，提其国内种花的过程当中，其最深的感受就是而友善环境，怎做得造福众生。友善环境造福众生，就是我们对这个环境好，不是只有因为说人要吃那个干净的食材，然后所以我们不喷药，因为我们不喷药之后，所有的生命都可以来这边共存的，都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啊。陆明远出的山脉，体重下中台湾百合，每同台湾百合带到市区去。在新闻事件当中表达家嘅立场。在基督教里面，它叫 Village of the Lily， 谷中的百合，期待它开，那希望将会到来。通常有希望就表示一直都没来。我们在开到100天也开，然后被拆。这今年，就是去年人前日的时候种的百合，也是期待百合开的时候，希望就到来，结果被拆。放到凯道的那个百合花，其实在冬天就进行了，让更多人来种花，然后在春天的时候，板奈还有马耀比后，他们要去追求的这个事情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有一个好的结果，然后大家把百合花带回家，但是没有办法虽然我们对大环境能做，讲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。就像大家说，这些消息很多时候就是在同温层里面而已。可是，我觉得就算是这样，只要这个同温层越来越大，那我的孩子以后生存的社会状况就会更好。结局每一天是圆满的，不过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进行。下晝3點，日頭要落山以前，冇暗夜的陸明遠要帶點來嘅鄉下去種花種樹。這邊夏天這個荷花就會長滿滿的。這個是唐丫回來以後，他才開始種荷花。夏天這邊已經長滿一片了，然後路過的人都會停下來看百合花。那關你什麼事？幹嘛在人家土地上種樹？這樣路過的人可以好乘涼啊。好，給你澆水啊。那我把石頭再剪一下。哪里挖的？后面啊，把它搬家一下，这样子才会那个啊。今年就要让它开花了。对啊，它这个今年就会开花了。就尖着种是吧？对啊。陸明遠講，佢清清楚撫育台灣百合係佢一生人嘅工作，種台灣百合係佢表達錫台灣嘅方式。伊希望亞類是從台灣各處區按接區嘅花，有意義要做得喺台灣嘅每一個地方，散漫嘅大花，散漫嘅開。那你退休最大的夢想是什麼？退休？沒有退休啊，就是離開職場啊。離開職場做自己想做的這些台灣百合的事情啊。現在沒有辦法花很多時間在這個上面，雖然說經歷了超過20年，但是我也不能說有做到什麼事情，然後就可以交棒啊。
这个事情要做一辈子啊。